創業第5年，李嘉誠奠下佢成功嘅第一步。呢一年，佢準備付運嘅一批塑膠玩具，訂貨嘅貿易公司臨到最後一刻，突然要求取消訂單。當時李嘉誠並冇要求對方賠償。我實咗呢啲貨呢，我現在都好多人客。我呢次嘅損失，我一個先唔開你啦。日後你如果有咩生意嘅時候，我哋可以建立更好嘅關係啦。5、6年啩，5、6、5、7嘅時候，有個外國人走嚟我哋度，話某間公司介紹我嚟嘅。佢話你係全香港呢最大嘅塑膠花廠，又話我規模幾大，我都啞口無言。當時我都唔係一間大廠。後尾佢哋美國嘅人客嚟到訂咗好多貨，咁訂貨一次就訂6個月喎。點解？結果我發現原來呢個當時呢間貿易公司嗰個負責人啱啱識咗呢個西人，呢個西人不外亦都係一個另外一間貿易公司嘅高級職員啫。佢就同佢話到呢個人你同佢交易乜嘢都算得過，即係直情同你講晒。佢能夠，我睇佢能夠講嘅好話講晒。咁個理論就係咁樣。你睇嚟係蝕底嘅事，往往變咗非常着數嘅事。